再来看观光局为9月开始推动秋冬旅游的补助，宜兰县的执行率全国排第一。前2届的补助1亿6千万，都要用了咯。宜兰县政府阁申请到8千万，因为接落来南洋温泉节都要开始咯，一定会带动更较侪人到宜兰佚佗。朋友小少来温泉池，一边开讲一边浸温泉，真爽快。气温愈低，温泉池就愈热闹。宜兰还因为有温泉的关系，是扩大国民旅游秋冬补助专案使用上届拥有县市。观光局伫9月补助以及宜兰县政府后续申请，总共是1亿6千万的预算，特别行销完。县政府搁再向观光局申请8千万，希望用这总共2亿4千万的预算，搁再促进观光，减少我们的负担啊。几乎每个客人来，他都会以这种优惠的专案来充分享受这次的旅游。除了饭店业者受惠，官府嘛希望加上其他优惠的配合，一定让民众更加有感觉。夜市券的使用啊，或者是休闲农场的体验券，所以其实整体的效益都不错。到年底进前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，加上12月特别开始的南洋温泉季的假期，到时阵一定会搁再带动宜兰旅游的情调。